由台南邮局甲台湾邮政协会共同举办关怀独居长者的活动。伫开春头一场，特别准备了192份的白米、甲干拌面等生活必需品。伫开春上班以后，透过邮务室一家一户送到独居长者的厝内。善尽中华邮政的企业社会责任，我们都一直在举办关怀独居长者，像每一年都会举办10几场。那今年开春第一场是蛇年虎马门邮政送暖风活动哦，我们特别请我们的投递同仁在全区总共有192位的独居长者，我们一一送上我们的咱在地查某爷的米跟老妈干拌面哈，还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。那这次的活动是由我们台湾邮政协会跟台南邮局共同来举办的。那这个活动刚才有讲，已经持续了很久了，每一年都会有十几场的活动。我们借着这个春节送暖，让长者感到社会的支持跟关怀。那也希望借这个活动，能够更唤起更多人对我们弱势的群组、弱势的族群，能够更多的关注，共同营造一个充满爱心跟互助的社会。台南邮局局长梁丽燕表示，台南邮局每年举办1、20场的关怀活动，今年开春头一场，希望借由春节到元宵的期间来送温暖，让长者感受到社会支持甲关怀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